對我嚟講，最基本先係最重要。紮、撲、寫、裝，一切都係從根基開始。一支竹篾，一條沙紙，每一筆，每一個細節，都會令作品更立體、更靈動。眼睛係靈魂所在，全靠眼神令獅子栩栩如生。舞者係賦予獅子嘅動態，紮作係賦予獅子嘅神態。一個精彩嘅表演，必須由內在基礎開始，先可以真正展示。眼睛健康都一樣，從根本做起。定期驗眼，擁有健康嘅視力，先可以捕捉每一個精彩嘅瞬間。捉緊每一個細節，成就精緻嘅作品，成就更好嘅生活。